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请大家起身。我们的社会在最近发生了一些让我们不安的事情，让我们一起在这里祈求上帝的安慰，他的带领和保护临到。我们的上帝从岁首到年终一直看顾着我们，让我们也一起在今天2025年最后一个主日，我们一起来大声，也是从岁首到年终一起赞美他，时时称颂你，向你来歌唱，因你是拯救我们伟大的神，我们尊崇你，称颂你生命，口唱心和的大声地赞美你，不停赞美你，大声赞美你，唯有你配得荣耀尊贵权柄，天使属于你，地也属于你，一切所造之物起来赞美你。启示录4章11节说到，我们的主，我们的上帝，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，你是值得赞美的，我们一起不停赞美你，不停赞美你，大声赞美你，唯有你配得荣耀尊贵权柄，天使属于你，天使属于你，地也属于你，一切所造之物起来赞美你，我赞美赞美，不停赞美，跳舞跳舞，不停跳舞，高举双手，大声赞美你，我赞美赞美，我赞美赞美，不停赞美，跳舞跳舞，不停跳舞，高举双手，大声赞美你，我再次宣告赞美，我赞美赞美，不停赞美，跳舞跳舞，不停跳舞，高举双手，大声赞美你，我赞美赞美，不停赞美，跳舞跳舞，不停跳舞，高举双手，大声赞美你。启示录接着说到，因为你创造了万物，而且万物都是因为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，所以我们要再一次大声赞美你，我要赞美，我要赞美，不停赞美，大声赞美，不停赞美，不停赞美你，大声赞美你，一起来，唯有你配得荣耀尊贵权柄，天使属于你，天使属于你，地也属于你，一切所造之物起来赞美你，天使属于你，地也属于你，一切所造之物起来赞美你，一切所造之物，一切所造之物起来赞美你。是的，我们从年终到岁首，我们也不停地赞美他，哈利路亚，愿荣耀归于至高上帝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。上个礼拜牧师说到，上帝的智慧让我们全能的神，和平的君，以小小的婴孩来到这世上，这是何等珍贵的一个爱的礼物，也是个约定。这个故事就要从2000年前说起。2000年前的夜晚，耶稣降生在伯利恒，美好计划中，神已定下永恒的约，天父多么
年前的夜晚，耶稣降生在伯利恒。美好计划中，神已定下永恒的约。天父多么爱世人，赐下独生爱子耶稣，使爱和恩典被彰显。虽然他只是个小小的婴孩，小小的婴孩为爱来到世上，让你我看见爱的约定被实现。困惑的人找到路，不再迷惑和失望。耶稣为你我降生，为爱走向世界。是否愿打开心门，接受这份爱到永远？在这浩瀚的宇宙中，在这浩瀚宇宙中，充满神美丽的创造。为主生以前，神的爱已环绕我们。平安的圣诞欢庆，耶稣带来永生盼望，为我们预备永恒的家。虽然他只是个小小婴孩来到这世上，小小的婴孩为爱来到世上，让你我看见爱的约定被实现。困惑的人找到路，不再迷惑和失望。耶稣为你我降生，为爱走向世界。是否你愿意接受这个宝贵的礼物？是否愿打开心门，接受这份爱到永远？我们再次用祷告的心唱出小小的婴孩。小小的婴孩为爱来到世上，让你我看见爱的约定被实现。困惑的人，困惑的人找到路，不再迷惑和失望。耶稣为你我降生，为爱走向世界。是否你愿意接受？是否愿打开心门，接受这份爱到永远，到永远。是的，谢谢上帝给我们这么宝贵的礼物。今天也同时是洗礼的主日，是我们要见证很多弟兄姐妹要受洗、坚信、转籍，加入我们这个主的大家庭。圣经上说，我们的心意会得到更新而变化，只要我们接受这爱的礼物的时候。以赛亚书也说到，我们是泥，你是陶匠，我们都是你手中的构作。我们用这首诗歌一起跟神祷告说，主啊，求你更新我心意，更新我心意，使我能像你。更新我心意，使我能像你。主啊，更新我心意，更新我心意，使我能像你。更新我心意，使我能像你。主，你是陶匠。
想你。接下来利用一段时间，邀请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低头祷告。我们感谢主，他更新我们的心意。我们一起开口祷告。是的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他就是新造的，旧事已过，变成新的了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认识你，接受这爱的约定，更新我们的心意。主，你是陶匠，主你是陶匠，我是泥土。是的，磨我塑造我，磨我塑造我，是我的恳求。更新我心里，使我能像你。是的，更新我心意，更新我心里，使我能像你。主你是陶匠，请塑造我。主你是陶匠，我是泥土。我塑造我，是我的恳求。更新我心意，更新我心意，使我能像你，使我能像你。更新我心意，更新我心意，使我能像你，我们再次说，使我能像你。使我能像你，我们再次宣告，使我能像你。使我能像你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低头同心的祷告。慈爱的天父上帝，在这圣诞的季节，也是2025年最后一个主日，谢谢你让我们一起欢喜见证一群弟兄姐妹归入主名。我们带着敬畏和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。主啊，你的救恩从未被拦阻，你的失望也未曾失落。谢谢你让平安的君王，我们的弥赛亚降生在伯利恒，成为那谦卑又有大能的主。谢谢你呼召我们一起跟随他，那是极大的爱和恩典。主耶稣，你也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。因你受的刑罚，我们得到平安；因你的鞭伤，我们也得到医治。谢谢你让今天成为一个2025年最后一个主日，也是受洗的主日。我们要一起宣告，我们要接受你这爱的礼物，并且靠着你，我们得到盼望，内心得到满满的更新。我们也要将爱传出去，分享你的福音，因为你是那和平之子，平安的君王。我们的祷告不完全，让我们一起开口，用主教导我们的主祷文同心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力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请坐。